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ndrew 楊俊。咁啊，今次谷草賽事咧，又翻返去最窄嘅 C+3 欄 C+6 彎嗰度角做啦。咁啊，今次重心場次咧就係第5場2號嘅幾利福星啦，佢就抽咗2檔起步嘅。咁啊，睇片啦。條片係上次11月1號嘅3班1200米賽事啦。幾利福星啊，嗰場排過5檔起步嘅，出閘冇耐，潘頓啊已經將佢埋咗欄跑噶啦。轉彎嘅時候抽出嚟望空咧，曾經有少少內閃啊，挨向嗰隻高山威龍嗰度啦。但係修正翻呢個餘勢相當之強，野馬姿態都好輕鬆嘅。咁啊，呢匹幾利福星啦，今次啊排咗2檔起步啦。頭先講過啦 ，C+3 欄 C+6 彎咧，內檔馬係佔優勢嘅。呢個2檔啦，喺1200米咧上名率啊達到43%，仲高過1檔嘅。咁啊，希望佢可以再贏馬啦。咁啊，配腳啊，留意翻啊4號隻嘅光芒再現啦。上一場啊轉彎飛咗出去啤酒園咧，同啲觀眾握手一樣可以贏馬，個質素好高啊！咁啊，另外啦，再加埋啊1號嗰匹紅旗福將咧，轉馬房都係希望交代嘅啫。再加埋啦8號嘅卓越財星啊，呢一匹馬就呢個路程都近過，不過就即係始終欠缺一啲突破嘅進步啦，都可以拖埋做腳嘅。呢場提供啦2號、4號、1號同埋8號啦。至於其他場次推介咧，記住留意我 fan page 啦。今次分享差唔多，拜拜。